你是那个婚业介绍所的那个李强是吧？对啊，啊，你们是来相亲的？啊，对，我们是那个婚业介绍所过来的。你们俩都是啊？啊，对，我们俩都过来的。那个婚业介绍所说那个有个帅哥，而且还是个富二代，然后我们俩就过来看看。那你们说一下条件吧。那我先说吧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要求呢也不是很高，就是彩礼的话就是38万，然后那个要50万以上的车，然后房子的话，你家肯定不缺房子，有别墅是吧？房子就不说了，就是给我这些就可以了。啊，然后我说完了。你呢我要88万。 ？88万什么彩礼还是什么？对，彩礼88万的，然后那个车得过100来万，然后别墅得300平。我去，不是那个李哥，你看你家也不差钱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不差钱，我觉得你们要求太高了，而且还有要求又不高，他才38。不你比他要求还高。对呀、我博士毕业啊。